你就都了解唔系我来做面，你就变做是菜嘅菜天，因为了解有河山，因为了解有河水。了解做的太厉害，可以看下心情，太上生活，轻声细语，轻轻踩踩，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你就都了解唔系我来做面，你就变做是菜天，因为了解有河山，因为了解有河水。了解做的太厉害，可以看下心情，太上生活，轻声细语，轻轻踩踩，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有某个东西得摕了嘛？规种的东西我完出啦，不过有一张用鸭尾标本跌摕的，还有一只。记唔起人崇拜张楚华？唔忘记得啊？当然记得啦。专门挑用鸭的标本，其中上映唔可以办的册。唔弄伫迄种啥物啊？无注意啊！我爸有其中啥用鸭嘛？迄唔可能出声呢？我想到诶，社会大部分还较好啊。就讲到用鸭诶。你讲社会转吗？怎么了？好美哦！乌嘎咪嘛乌咪咪咪啊啊哇哇，隔壁的乌马达爱米多伦，耶稣萨玛耶稣萨玛，乌嘎咪嘛乌咪咪不得乌嘎咪。娃娃艺术，乌嘎咪嘛乌咪咪咪啊啊娃娃，隔壁的乌马达阿弥陀伦，耶稣萨玛耶稣萨玛，乌嘎咪嘛乌咪，你不达古嘎咪，乌娃娃艺术，哒哒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啦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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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Ma ơn mình, ma ơi mình ai à wa wa, mẹ ai妈，很好，再次哦。乌嘎呢，乌嘎呢，马恩呢，那呢，明爱啊哇哇，明。Sama ukami mani, ni buta ukami.
大輔何やってんのその持ち出してしなさい。そんなにお母さんが会いたかったらな俺が死んでからにしろ。なんだそんなもの持ち出して分かったな。腐ったれ那邊670年代吼，有大導演然後用也要做去做標本。但係版可能都是原生種啊，因為一般人喊得來了，像有一些原住民地聽聽。小慧，有冇啲人用嘅地方？但是帶伊來過啊，我聽說吼，提了比前面都記。哎，你做什麼？冇啦，冇用。就眼用，特別一見就要跌倒。我哋係啲啲船了，做地人。冇小人好冇？你阿丁係從細路安尼啊？啲前面聽聽啦。看年輕口請口啦，為什麼我提了呢？誒，喂，真係有人來過嘅，唔該啦。真的，啊，蝴蝶果然叫養嘅一樣。嗯。叫阿姨啊，冇聽說杭州地叫到。你剛剛在幹嘛啊？怪怪的耶。抱歉，我只是刚好在想一些重要的事。那你想起什么了？一点点。关于什么？不是很清楚。没关系啦，你就慢慢想啊。你要不要喝什么？哦，不用。弟弟。嗯。今日禮拜細路推動其他係一部 MV 先兆太爽，經過佢哋嘅比賽之後，幹卷總算係初步熱身嘅呢，因為慶餘嘅先兆係類似推動當天，喺啲嘅讀高中3年生嘅中文會同學。他叫我的名字，是我，第一名，第一名啊！香港是情侶，目前佢才會隨相歌，日本地方喺啲人會做。好喂，一下，先听我讲好不好？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啊！你先听我解释好了。不要过来！
这几天我有对你怎么样吗？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对我下手？我还需要等吗？这几天我们几乎都在一起，带我最幸福的是你，带我跑来跑去的也是你，你还害我变成嫌疑犯。你本来就是嫌疑犯，你还性侵害少女哎！だから違うっつってんじゃねえかよ。新闻都这样写了，你还说没有？当たり前だよ。はめられたんだって。なんで信じねえんだよ。那你为什么要来台湾？いやだからそれは。我现在说了你，你会相信吗？我到台湾是想找到我母亲。我的母亲是台东幸福人，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跟我母亲离婚，带我离开台湾。回日本后，我的父亲就断绝与母亲有关的所有的消息，我也没有再跟他联络过。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找你母亲？巡回演唱快结束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过世了。我知道他的死讯，我才发现，我一直想回来。那性侵害的事呢？我承认，那本来是你情我愿，这种事并不奇怪，只是那天刚好什么都没来得及发生。もの長崎は今日も雨だった違う成田よ隣そうはいはいここねよしマサイあ俺を信じてください絶対国際的なスターにさせるつもりから俺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いいなはいあ大丈夫じゃあゆっくりは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
探し探し求めて飲んで飲んで酔いしれる。誰ですか？ここで何言ってんの？まあどうでもいいけどね、答えなくてもいいけどさ。かわいいじゃん。寝てる寝てるなさいなさいすみません。マンさん、俺だけど寝てる。どうしたの？いやいや実はねお父さんのことなんです。知道吗？他这2年慢性支气管炎都一直没有改善，就在你コンサートツアーの準備期間に不小心有染上了感冒。感冒？医者からも風邪には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われてたんじゃねえの？何やってんだよ。我父さん脾气又倔强，生了病还到处乱跑，还到山上去，结果那几天病情控制不下来，感染了呼吸管炎，就死掉了。死んだ？就在那个やつの時。名古屋って2週間も経ってんじゃねえかよ。なんで教えてくんねえんだよ。爸爸交代，就不要跟你讲，因为你刚好是在空他的治疗，他希望说你在歌坛有一点成就，他不希望说就因为他的死而影响到你这次的コンサート。なんだよそれ。なんだよそれ。ふざけんなよ。なんだよ。気持ちよくわかる。至于说，我已经汇钱给你義理のお母さん跟你妹さん，他们已经帮你的豆上办后事了，而且他们还打电话来说，他们已经送完豆上的最后一程。他走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安详，我也觉得孤单。俺最後までのけ者じゃ。お父さん、マサヤのためじゃない。何が俺のためだっつんだよ。コンサートさ。俺たった一人の息子じゃん。俺たった一人の息子なんだよ。気持ちよくわかる。仕事なんてどうでもいいんだよ。勝手に行くんじゃねえよ。吉田触んじゃねえよ。出てけよ。
听到父亲的死讯，我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愤怒。他让我过了20多年没有母亲的日子，而他对我的忽视跟冷漠，让我连父亲的存在感都没有。他就这样死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很想找到我母亲。我没有多加思考，直接到机场买了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3个小时后，我人就在台湾了。新闻为什么那样写啊？我也真的不知道。在飞机起飞之前，我接到经纪人的电话，说我房间里的那个女孩刚报了警。我请他帮我处理，之后就关机了。没想到事件会这样闹大，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未成年。所以你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谁会在那种刚刚知道父亲死去的情绪下做出什么？对不起哦。我不知道你父亲的事情。我连最后他一面都没有看到。我来台湾是想用我的方式帮他举行葬礼，或许失去了父亲会让我更想找到我母亲。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那种孤单的感觉很难受啊。原来是这样。我误会你了。现在的我很幸福，因为我有麻木，还有妈妈。鸭叶，你不要担心啦，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我也这么希望啊。可是，我连他住在哪里都不知道，竟然就这样跑来。没关系啊，幸福里又不是很大。问一下我们部落的老人家，你妈妈的名字，他们应该会知道吧？对不起，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好像就有点难找然后还有，你刚刚唱的那首歌，应该不是中文歌吧？印象中，我母亲好像常常唱给我听。
我刚刚唱的那一首是我们阿美族的摇篮曲，我妈母在我小时候常常唱给我听。你说，你妈妈小时候有唱给你听过？嗯。那你妈不会是阿美族的吧？这我不确定。哦，维娜是不是阿美族语？对啊，雨娜是我们妈妈的意思。哎，周总，怎么样？各位，你找到？没有，不过我确定他们去过，可是已经离开了。哎呦，这两个干嘛一直躲着我们啊？你们上去蝴蝶蜜巢的时候，是从龙田村入山的吗？对，龙田村是离蝴蝶蜜草最近的入山口。最近的入山口。所长，我听说龙田村以前在早期日本的移民村，是吗？是啊，在日据时代，有一些人啊，他是专门的技术人才，像农耕啊、水利的，他们就留下来了。战争结束后就回去了。还有一些就是娶了台湾老婆，然后可是人不多啊。你们在干嘛？我大概知道月行衙也这次来台湾会去哪里。这么幸福的吗？他们应该是沿着浊水溪这边过来。哎，太吉嘎，长老，我们这一次啊，从日本得到最新的消息啊，就是涉嫌诱拐小慧的日本人啊，他其实是我们台东县出生的。那我们推判应该是龙田移民村的后代，他的妈妈甚至可能是我们幸福里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判断呢，他很有可能会带着小慧呢，就回到龙田。啊，你来你请好不？好啊，好啊，你请好不好？老受众在搞笑哎，太是讲不是电哈，让心一下，当然讲嘛，哈。两下呢，太是讲就暗数的，太是讲没底啊。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龙田村的范围很大了，这一次又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呢，所以我们分局的侦查队也不方便来介入啦。那我们找小慧的这件事情呢，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有力出力。大家他合作的。不错吧？一步，那你这边，绝对配合你们警方全力的配合支持啊！好，谢谢。安尼咁友好啊！以前那个新福里个十字路口个店，因得来店唔多，亲也唔多，安尼咁友好。还这样，贤良心意下唐来共啊。我们之前因为彼此在合作上有一些误会，所以产生了一些大家互相不信任的状况。但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也很关心小慧，所以我们先把负面的情绪放下来，大家互相信任，一起来找，这样事情才做得好，对不对？好。谢谢大家。为了小慧这个孩子，让大家费心了。各位乡亲，谢谢大家，帮帮我，大家合作的情嘛，再帮帮我，谢谢。大家合作一对心情，很情嘛。喂，阿姨，甲顾及小慧。好，一小慧去煞。伊这个算的小慧，有算有去问伊，明仔有去帮技术。啥小慧属你奈哈？没有啦，我是去参加歌唱比赛啦。哦，嘛能爱规定来 TV，
萨卡子在技术啥呢？小慧，把我感应公民说的奖杯办能干咩？我也没有看到啊。那我问你哦，你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幸福里有没有感应嫁给日本人？小慧啦，小慧，很小慧。哦，有啦，小慧，有。伊来都嘛，定来过来这个幸福里喊了呢，但是伊定来对龙田村长了安妮妮小慧。龙田村有住过日本人哦。龙田村那边的移到龙田村，你定来龙田村哪里呢？嗨，阿鲁曼娜伊来过爱，伊来过阿妹，是吧？呢都日本。没得这个是对你啥比嘛算你小慧？我要找人呢。怎么刚刚你的阿吉？就是一个嫁给日本人，然后又离婚的感应嘛。哦，那麻烦了，是对你还小慧好。你真姑妈妈一说，都妈母一说，麻烦了，大弟呢小慧，还来为呢都过年。拜托你想一下啦，哈里根。我你妈你说给对你还能没再给说对你呢？我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啊。好啦，阿姨，好像我自己想办法。还小慧，你妈可来说，个人都没弄改好，你今天买挂路嘛，那说那还小慧好。你电量沙电下是给偏款啦，吼，啊个电量沙了偏款，啊记得8点钟联络一排，吼，时间记得。好。梁哦，梁，美术，梁，美丽水5个挂，美丽水阿吉，美丽，好歪呢。要找到什么办法？骗人嘛，我是小慧，来这边。好歪。伊龙阿姊古真好，我跟你带了阿龙给你去小会宴。好，兄弟。係。我跟龍馬給你好。係。咁你咧就問下你打電話同我講。係。必須回數，我跟你到你啦，你哋帶兩個都唔見。係。我們來咗啊？係。我來到給你們都好。係。得。李東嘛，李六妹啊。哦。阿妹哦，来，这你哪知阮伫遮？无啦，我看你脚踏车咧外口，讲想讲你应该咧遮。哦，今天无限呢。好啦，做一寡义务的才可以啦。李东帮诶。哦，哇，啊，什么代志啊呢？无啦，这个事情吼，想来问李东帮妹啊。哦，阿伯，啊，啥好的啦？要找你啦。李东帮妹。上班熬夜。无啦，我想有这个事情想问啦，可能这个无限你做的嘛？唔怕啦，哟，阿爷都喊哪里说？嘿，我讲都昨天啦，昨天讲啊。你也要吹动讲呢？啊，都有看嘛嘛，个跳路做啊，都加咁种吹啊。对对。都喊啦，用办下。我想问一下啦，你根本你小慧没有打电话本呢？係啦，小慧打電話本來咧，我就想感覺用乖乖小慧都打本來咧。我哋呢個想啦，然後小慧怪只有幾陣日本人哦，家妹咁有可能係咩意思啊？我想怕有可能咧，但係家庭都帶個龍田村嘅片啊，係啊，龍田村嘅咪用日本人，咪用阿米斯嚟嘅帶啦，係啊，啊，但係阿米斯如果日本人較多啦。條擺同道係冇？同道，阿咪始終得嘅，加半年，但係家庭有個洗照咧，反正退別啦，有個做年日本嘅嘛，做年日本嘅啦，係啊。好啦，幫妹，你上課那有較有印象嘅冇？哦，嗱講印象，係幾隻較有印象啦，幾隻有冇？我等於隻千장嘅小妹嘛，加日本人啦。哎，唔知嘛咁樣去的。想我啊，有個什麼武器啊？嗰啲啊，武田呐，係錯，武田啊，都阿魯嘅啦。哦，講到迄阿魯哦，咱這莊仔咧上水嘅，到尾哦，咱教育日本人，哦，規定人起價，哦，有啦，阿魯我同個老頭目有講過啊，但係老頭目講，其實日本人怪這樣嘅。係啊，但係哦。家下哦，佢結婚哦，清風時咯，一當然本佢搶咧。但係以後都冇乜嘅好哩，啊都加半年。啊，中意摘生意嚟啦，啊跟日本人嘛唔知帶到現來，佢嘛唔知。
衣服上嘛，衣服上大。就是安尼啦，迄日本人吼，伊直想要转去日本发展，讲台湾发展无好。过来无吼，因就一直冤家，你知哦？你昨下拢咧冤家。啊，尾啊，迄日本人怎啊转去哦？就转去啊。阿洛伊敢有留咧食啊？哦，阿鲁的历史含大鸦片，但迄无嘛去出来呢，真少出来，看到吼，那一摆看到伊种真有安尼啊。我甲你讲，到尾啊吼，煞破病死去噶。因翁啦，因囝拢无转来看伊，到尾一个人安尼哦，孤孤单单就死去啊。你莫别讲啦，过身去安尼。我讲是今日食醋，我讲阿洛，哦，迄时候有够水的。讲话。无啦，你顶边啊？问者吼，啊，你敢有以早大个所在，伊个住址敢有？我画一张地图，互你看，你就知影。咱遮信福里你遮对。罗丽妹，喂，有看到冇？我来冇看到嘞，看下毕业，冇嘞，都冇看到人。上班呢？你有找到吗？没有。好嘞。警察很奇怪呢，笨笨的叫我们来这边，不知道干嘛。我看样都冇看到。好了，来转呢。好了，我们回家了。你在干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这样按一按，就舒服一点。可能要再按用力一点才有效吧。哦，是啊。你要杀人啊你！很痛哎！对不起。不要按了。有没有好一点？有，好多了，谢谢。我看我们早点出发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急吧？你多休息一天吧。你如果可以，就睡一觉吧。睡觉是最好的休息。可是我睡不着哎。牙叶。你在日本是很有名的歌手哦，而且还开过世界巡回演唱会耶。你唱歌一定很好听哦，我都没有听你唱过，唱2句给我听嘛。有点难为情。拜托嘛。好。見上げてごらん夜の星を
悲伤哦。就像之前跟你讲过，快乐会感染别人。同样的，只要发自内心，悲伤也能感染别人。所以这样很难过。你在想什么？你想你妈妈？都有吧。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画面，我爸爸把我带上公车，我妈妈在后面追我们，我一直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唱歌就会想到这个画面。你既然那么想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回来找她？小时候，我一提到我妈妈，爸爸就生气。他几乎没有留下跟我妈妈有关的东西，连这条项链都是我偷偷保留下来的。我不喜欢被打，渐渐的不敢再想起我妈妈，更不要说来找她。难怪你会那么珍惜那条项链。雅野，我们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搞不好就可以找到你妈妈啦。不要想这么多了啦。嗯。其实我没有那么乐观，20多年没有一个人的消息。或许他早已经不在了，即使在，也可能有了新的家庭，或许根本不住在这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他的消息啊！不要想那么多嘛。我也希望是这样，即使不能找到我妈妈，就算能发现任何跟她有关的消息都好。我妈妈不是只有活在我的回忆里，而是真的存在过。
Yesus sama bukan imani.